怎样随心所欲，不可以随心，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可以，一定要怎样谨慎。所以我们15条佛规叫谨言慎行。最后一点也是最难做的所以我们要戒慎恐惧，在我们内心世界有没有非常的小心？那对于我的未来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唯有祈祷，我唯有发愿，我祈祷未来更好，我发愿众生皆可以怎样离苦得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我要发愿的。所以说，人最大的敌人都不是别人，对，我们都说是自己。但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了解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？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在看谁？看别人。所以为什么讲反省？反省这个省字呢，就是扫目，眼睛要往回看。所以你看佛菩萨，他一定是8分闭，2分开。一条地板去国安的眼睛在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唯有什么一些专门在惩恶的人的那个佛，那个神才是眼睛真的大大的。那佛祖是慈悲的所以他是非常的怎么样慈悲，所以他眼睛他怎么样？他随时随地他能够保持他的什么内心是怎么样非常的清净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要先了解自己，提升自己提升自己反观，别人没有错，都是我内心的问题，内心的不足那么再来，我们今天要说外形外往。